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14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B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場次347。4班1200米，1號馬幸運星球，孭135磅，6檔起步，快閘第一隻彈出，由頭放到落篤，彈甩贏。雖然孭重磅，做嘅時間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50， 4班1200米，10號馬有你有我，孭126磅，8檔起步。出閘留後，慢慢移入內欄，上大石鼓包尾，最後200仲輸好多個馬位，越衝越勁，4隻馬一齊過終點，差啲爆33倍冷 win， 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